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客吧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日的民族来到竹东亚大边，而前面嘅客家的经典嘅物料就是客家吉中。阿金姐呢，就是做客家吉中很经典的传奇人物哦。今日就突然来请阿金姐。讲到客家吉酱呢，就要欢迎我旁边这客家吉酱的经典人物，就是阿金姐。谢谢。就是阿金姐的吉酱啊，除了是好吃、很道地的味道之外，重点是阿金姐啊，她透过这个客家吉酱呢，她也帮助了很多在地的农民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个一些农民种的酸橘呢，早期其实不是卖得很好。那因为我做了吉酱以后呢，我就用保证价格收购，让小农们有收入。但是阿金姐，其实呢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要教观众朋友呢讲客家话。刚才呢你一直提到这个吉酱的客家话讲法就是吉酱。吉酱，没错，吉酱很好吃哦。另外一个啊，我们就刚才提到，你说这用酸橘嘛，台湾原生种的酸橘，所以呢这个水果啊，水果的客家话讲法就是叫做果子。果子，果子没有错。其实阿金姐很厉害，她其实呢不是客家人，嫁来客家庄才学的客家话，已经非常厉害喽。那我们再来挑战观众朋友，学一整句的客家话。好，这句话就是要做吉酱是很健康的蘸料。好，吉酱是动控天嘅温料。吉酱是动控天的温料。哦，好厉害！你看，人长得漂亮又会做吉酱，客家话讲那么好，所以也是我们客家媳妇的骄傲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也喜欢吃客家吉酱吗？它真的很好吃，而且用在各个料理当中都很适合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，很重要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吉酱，吉酱。第二个呢就是水果，果子。第三个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考就是吉酱是很健康的蘸料，吉酱是动控天嘅温料。吉酱是动控天嘅温料。你会发现，其实我在教句子的时候呢，你有个段落有点起承转合，让大家会比较好记忆。吉酱是动控天嘅温料，记在脑海里，多多练习。下次见喽，加油，拜拜。